第一幕，夜晚來臨，夜晚靜靜降臨，星星一粒粒亮起。月亮兔坐喺窗邊，望住夜空，心入面知道，今晚有一個重要任務要完成。第二幕，月亮兔登場，佢戴好帽子，背喺星星郵袋，輕輕打開門，踏出屋企。夜空閃閃，雲朵飄飄，月亮兔準備出發，為朋友送上夢想。第三幕，今晚的任務，月亮兔打開清單，睇住星星上面嘅名字，婷婷、小熊、小貓、小象，每一粒星星都代表一個願望，一個夢。第四幕，雲朵飛船啟航，佢坐上雲朵飛船，星星袋閃閃發亮，飛船慢慢升起，穿過夜空，飛向每一個夢境角落。第五幕，星星的聲音袋入面嘅星星開始唱歌，叮叮咚咚，好似音樂盒咁。光點喺雲朵周圍閃爍，照亮月亮兔前行嘅路。第六幕，婷婷的夢想星星，月亮兔悄悄飛入婷婷房間，放下一粒星星喺佢枕頭邊。婷婷攬住粉紅兔兔毛公仔，笑容甜甜，進入夢鄉。第七幕，婷婷的夢境舞會，婷婷喺雲上跳舞，粉紅兔兔陪住佢轉圈。音樂盒唱歌，星星閃閃，好似節奏燈光咁，夢境變成舞台。第八幕，小熊的星星城堡，小熊坐喺草地上，用彩色積木砌出一座星星城堡。星星飄落，照亮佢嘅作品，小熊笑得好開心。第九幕，小貓的星星花園，小貓喺花園入面追蝴蝶，花瓣閃爍，蝴蝶飛舞，星星花開得燦爛，夢境變成一個童話世界。第十幕，小象的月亮滑梯，小象喺彎彎嘅月亮上滑滑梯，笑聲回盪夜空，星星閃閃，好似為佢打氣咁，夢境充滿自由與快樂。第十一幕，星星之路，月亮兔沿住星星鋪成嘅路繼續飛行，星星像燈塔咁指引方向，佢知道任務快要完成。第十二幕，月亮兔返屋企，佢返到屋企，打開窗望住星空，星星袋已經空咗，但心入面充滿溫暖，今晚嘅任務完成咗。第十三幕，月亮兔入夢，月亮兔攬住毛公仔，瞓喺柔軟床鋪上，窗外星星閃爍，佢慢慢合埋眼，進入屬於自己嘅夢境。第十四幕，夢境交織，婷婷、小熊、小貓、小象喺夢境中微笑，星星連接佢哋，編織出一幅溫暖童話畫面，大家夢境互相呼應。第十五幕，晚安祝福，星空慢慢變暗，星星閃爍漸漸變柔，畫面中央浮現晚安字樣，為故事畫上溫柔句號。第十六幕，晚安，夢裏見月亮兔同朋友們喺星空下微笑揮手道別，晚安，夢裏見，願每一位小朋友都擁有甜甜夢境。